启明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新声节目。国立呢总统甲立委的选举哦，只剩3个月啊，但是呢，咱会当看到讲，足侪新闻的焦点哦，大部分拢是放伫个总统候选人的部分。所以咱启明新声节目呢，特别针对着立委选举的部分呢，邀请候选人到咱节目当中来讲因的政见甲抱负。今仔日咱邀请到这位是已经呢连任4届立法委员，要来拼5连霸的立法委员陈亭妃，欢迎亭妃。主持人也是我的碧纯学姐，然后还有所有的好朋友、好朋友，咱启明新声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我的学妹就是亭妃委员呐好，那亭妃呢最近在10月4号呢出了一本书，哇，大家看一下这本书呢叫做《停看听非常女力养成记》哇，这个时阵要来出这本册我想讲哇，亭妃为什么出书呢？然后最近又考到要立委选举，是跟立委选举有关吗？其实当时候出这一本书是因为寇姐周玉寇姐，我们在聊天，阮咧开讲的时阵伊就甲我讲其实你都无像我感觉的安尼很强势。对其实你伫电视顶红感觉你就强势，为民众的声音甲需求、甲地方的建设，你就强烈的争取。对，那你在这个议场上是非常坚持的，而且是有条有理，而且甚至是我们的所有的资料都准备的非常齐全。我常咧讲你就是理直才能气壮如果你理不直的话，你的资料没有准备齐全，资料准备甲理啦，你讲真的啦迄个部会首长一声都甲你这个左打右打了，根本就不会跟你客气了。对，没错。所以我们从这个2008年其实开始，我们当时候是在野担任这个立委是在野，然后一直到这个蔡英文当选之后，我们变执政党。所以我经历过在野跟执政，所以其实我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给寇姐听，然后寇姐就说：“哇，亭妃，我觉得你应该把你内心深处，因为大家都希望讲知影，到底为什么你会甲政治结合这个缘分为什么你安尼一路一路行，人拢感觉讲你好像选什么都赢什么。”可是事实上并不是其实学姐知道我当时候从双子星，然后离开去参加议员选举的时候，其实当时候大家也都不看好了然后更不用说我从议员要拼立委的时候更不看好。对，那一次真的是大家都跌破很多人眼镜。对，都完全不看好，所以大家都忘记了。以为看到的是我们现在当选的那一面，对，然后可能都看到说我们现在我上一届得到全国得票率的第1名，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好像陈亭妃选啥都赢啥，选啥就丢啥，就好选啊，对，就好选啊可是并不知道说，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有太多人支持，有就这人做咱的后盾，然后对我们不离不弃。我讲真的。就侪人讲哇，我帮别个民意代表可能会较轻松，但帮陈亭妃那像拢足辛苦的安尼啦所以这是我的支持者自己感受得到。那我当把这一段故事讲给寇姐听的时候，寇姐就说：“我刚刚你爱把这个故事用册给写出来。”对因为就侪人拢嘛希望知影讲，你陈亭妃，你从政26年。然后在大学时代到现在，你的感情生活嘞？我就说挂蛋，他说怎么可能？说真的，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跟大家想一下？所以大家对我们会很好奇，对，但是因为好奇就会很多，人家说的现在不是有很多 Me Too 吗？我说其实政治，即使我们现在都在讲两性平权，然后政治拢讲哇，现在女性拢比别人更加强势，比男性更加强。而且今嘛男生都希望是单一性别保障，因为今嘛北山女性保障名额啦，你们都比我们男性还要强了。对啊，对，大家都觉得女性现在已经是
非常站在第一线当中，然后包括我们公务人员的比例、女性的比例、主管的比例也都升高了。然后甚至今嘛总统的也是女性啊。对，就是女性啊。伊就讲哦，今嘛不会使，领导性已经是很强了。但是重点是在这么强的一个政治环境当中，女性强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是会被所谓的政治 me too， 或是我们不是被这个肢体的 me too， 对，可是我们是被政治的 me too。什么叫政治的 me too？ 它会用很多遐想空间。你今仔日你哪有法度徛在第二位？是不是因为有很多的想象，然后去抹黑你、造谣你、伤害你？对，所以这一次我在书里面都讲得很清楚。我就跟我来讲，我妈就有一次啊，在这本书里面我讲，我妈妈吼有一道，突然间我回来，然后讲，我跟你讲哦，你顶刚就对袂当行囡仔做伙翕相。说小孩子这么可爱，我作为议员，对我议员，我就是站在教育的立场，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就自己没有小孩，我改无囡仔，我周边的朋友，大家的小孩子都那么可爱，我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小孩，我都觉得我们有责任爱帮伊够喝这个教育的环境，然后我就看到小孩，我就随手一抱，然后就拍个照片，然后 po 脸书，然后我在这个当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在我的文宣当中跟小孩子拍照，有看到很多，对，很多嘛，都是小朋友。然后我妈就说，无，伊你也变抱一个囡仔，外口就讲这个囡仔就是你生，安尼我会当生几个囡仔？我说我从过去到现在，我的肚子完全没有大起来过。对啊，我曾经非有3头6臂，所以我不用怀孕10个月我就有小孩子，你看我多厉害！哇，真的对啊，我们可以作证，从来没看过他大肚子啊。没错啊，而且每天你都在电视上看到我。对啊，那你怎么看到我大肚子？可是这种谣言居然人家会相信。哇！然后现在因为我从政26年了，过去一直讲到现在，怎么小孩子都不见，都没看到小孩子的画面？我叫搞吧，我告海明搞厂没吧？现在好厉害哦，学姐现在讲到说，没啦，这个囡仔在美国。在美国生啦，美国哈，我去美国生，就等在美国。这个潮我听过对，但是我觉得很好笑，很好笑嘛。我从来没有这个离开台湾有很长的时间。对啊，而且我去美国，你知道吗？我还曾经去演讲，就是来回1天哦。然后呢，要不然就是跟刘锡坤院长去川普的祝贺这个特使，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这一次因为我们尤院长5月份然后去访问，我跟着去。都是那么多人，我去美国都是那么多人跟着，然后时间又很短，怎么来不及生呢？没错，你看就是这么我说阿伯你马可以调外出入境嘛，可是这些就是人家会相信啊。对，你看，所以我就说这就是政治 me too， 对于女性非常不公平的地方。但是公共我实在是刚刚讲，竟然有人会相信。过去我刚刚讲。我会很难过，每次回来，尤其当我妈妈跟我讲那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我被插肩低，我就是要有肩膀，别人说什么样，我都要坦然面对，说我就是无。可是我忘了，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其实是最难过的。她说我的女儿每天早上5点起床，然后赶6:03的高铁。然后晚上这个开完会、上完节或跑完行程回到台南都已经9点了，然后甚至如果早一点回来跑完行程都9点、10点，然后每个人都问他说：“啊，你咋跟你干忝？”我妈都说：“我真正不知道干忝，但是刚我在边上看到的人都做忝嘛。”对呀，这就是我妈妈说。那我的女儿是这样子，我就把我女儿奉献给我所有台南市的乡亲啊，结果。今仔伊遮努力遮拍拼，迄时间中间只有5个小时，困的时间是属于家己的，其他都是给大众。你讲安尼个伤害，他的内心，我曾经我妈偷偷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哭了。我才发现说，哇，我很不孝，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可以面对一切，可是我忘记我还有一个妈妈，她其实最难过的是女儿被伤害。然后每个人跟她说啊，那有可能。那我现在都跟我妈说，不要紧，你2天哦，人阿公这段你讲拜托，
你甲带动，阮即摆人足欠人手的，足欠人手的。你看啥物人是阮查囝的下囡仔当叫我阿嬷，紧来跟人家带动。对呀，对嘛，我就说你就把它坦然面对。所以我真的觉得说，这就是政治的 me too。所以当寇姐给我这个提议的时候，我就说，哇，我有好多感觉。所以在这本书，我刚刚讲的，就只是一个小片段，甚至大家都不知道说，哎，我怎么会从政？大家以为是爸爸，是爸爸一直催促着我说栽培我，对，要接班，不是真的。大家可能都不知道，爸爸从小叫我去练钢琴、练芭蕾舞，哇，他就要栽培我像小公主一样，对啊，要栽培公主的方式，对，没错。然后呢，就你好好的、乖乖的去找个人家嫁了，对，然后你就是安安稳稳的，然后没有想到，这个女儿完全不是这个个性的，是，所以我当了这个双子星，当了在这边工作的时候，我就说双子星也是我这本书里面很重要我成长的一个点，包括我们的长官里面都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一次只要是让我可以成长过程，每一个点我都写在这里面，真的陈宁飞不是就是这样子，因为有谁。然后来照顾，来庇应，然后给我这样的机会，不是我们真的是靠着很多的乡亲，一步一步，然后力挺陈亭妃当我的后盾，包括说，其实真的在学姐知道我在4、5年前在参选初选的时候，其实那一场初选让我成长很多，学了很多，但是学的最多的是感情。政治的感情，对，因为当时候所有的后援会，37区的后援会，说真的，大家都觉得政治是极现实的。当你初选没过了，大概就是鸟兽散了。对，不是这样，没有，真的没有这样。我真的好感动，我37区所有的后援会，他们继续自己自己维持住，然后就跟我讲一句话，我们觉得你是可以挺的人，而且我们也觉得你是最适合当台南市长的人，所以我们期待，因为这个期待，所以我们决定要继续等你，我们继续在这里。所以我的秘书，我的团队就是在各区继续，而且我也用我自己最有限的资源，争取很多的经费，不止在我自己的选区，我也在偏乡，或是在山区，或是在我自己将军七股是我爸爸妈妈的故乡，在海线的部分争取很多的预算，也就是说，我希望在有限的力量当中，因为立委毕竟有限嘛，对，可是我也没有去似乎忘了他们，我也一直在弥平这所谓的城乡差距，因为我觉得台南县市合并之后，我本身我就喜欢台南关的人。我也是爸爸将军，妈妈七股。那虽然我是在台南土生土长的，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能够感受到这2个区块，我要怎么把它缝合。所以，因为我讲了这些给我的后援会的团队听，他们就觉得说，就是你才能带给大家的一个新的未来。所以他们就这样子一路4、5年来，这你有一阵挺干净嘛？真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我的动力。我每次要停下来的时候，觉得哇，政治好累，因为真的有太多这些所谓的障碍。对，他要障碍阻碍你，因为毕竟他是竞争嘛，就是说他有太多的竞争，不论是立委或是什么样的竞争，他就很多摆在眼前的一些现实面。对，有时候你还是会有一点好像泄了气，然后但是他们就会在及时的时候，然后呢打电话说，温喜博照，我们咖喱挺做会哦，是，我们在等你。他们都是自己非常在地方上非常有能力的他们并不是说哇，我需要靠陈亭妃，不用，是陈亭妃需要靠他们，他们根本不需要靠陈亭妃。所以我都觉得我就是一个
在政治上我可以遇到这么多的贵人，我很珍惜。从我选议员大家不看好，到立委不看好，都是很多的贵人。对，那包括我在这么短的我从政很长的时间，可是我真的就业的时间就是这1年。在我们的有线电视，对，我很珍惜，对我也很珍惜这一段，所以我都觉得每一个阶段都是让陈亭妃成长很好很好的一个记录。对，哇，所以议员啊、立委本来不被看好，哇，后来都是选得很好，票都很高，然后呢做的也很好，受到肯定嘛，不然怎么可能每次票都那么高？然后在市长的这个部分，这样听起来你那个有政治感情哦，所以人家在等你，不要让人家失望，对不对？市长的部分要努力的拼下去，我们会继续努力，因为我们对台南真的太了解了，因为我就是土生土长，然后一直没有离开，所以我对这一块的感情，而且我常常在讲，我是最资深的民意代表，但是是最年轻的。对，没错，对，23岁，没错，真的就当选议员。对，所以我对于这一块土地的感情，我希望在我真的就是我现在上有力的时阵，上有力的时阵40-50岁的这个时间点，我是上有力的时阵，我觉得我上山下海都没有问题。对，大家看我骑铁马，我当骑铁马对大鹏湾为的走算，到台中助选，到台北助选，还是逆风当时候我在骑的时候，就用那个3天，我当时候帮林静怡助选，帮林长佐助选，对，就用这个逆风前进，骑脚踏车。我要讲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大家说这个人可能发烧啊，但是我说真的，我是一股气，就是那股那个要为我们台中、台北争气的那一股气，因为我们南部大家说真的就是很支持台湾，可是我们也希望中部、北部也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一股支持的力量，所以就说好，我们就是要集气，从南集气到台中到台北，所以我当然也忘记了，原来在这个新历过年的时候，就是这个1月1号，对，居然是逆风。南部到这个北部是逆风，然后你知道吗？所有的人都说你哪家好大，我讲可能唔捌的人靠拱大，可是已经讲下去，我还跟人讲说我要现场直播，我真的用脸书直播所以我说我的脸书直播好多，这刚好是有2派，看我直播的人有2组人马。一组人马是我的支持者，加油加油加油！一组人马是我当时看你陈亭妃撑不下去，偷偷换车，偷偷换那个电动的，对，大家在看我的车，不好意思，从头到尾没改，就是我的这个脚踏车，我的自行车一路从大鹏湾骑到这个400多公里，骑到这个台北帮林长佐加油。其实大家不晓得亭妃有在做重训，真的很厉害，有在锻炼的啦。对，没错，所以对啊，我就亏大了。对啊，大家看你说这样瘦瘦的，以为你体力不好，错了，真的体力超好的。对，我是真的停不下来，只要是工作，而且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很重点大家看到我说我在外面非常的好像很精明，然后这个每件事都处理得这样非常的有条理。对。但是我要跟学姐说，其实我回到家就一个小迷糊蛋，所以大家说它很大非常大非常大，因为我回到家我就可以整个完全放下。然后大家会说你为什么这么辛苦，每天南北？我说你不知道那个感觉。我回到家，我这5个小时，我可以完全好像就是把自己放空。然后呢，反正这个要谢谢我妈妈啦，对啊，要谢谢妹妹怡珍啦。我告诉你，这个我的小编呢，这个随身记录的小编说，你的房间怎么？我说对，我的房间
永远我的东西，我要用的东西一定要摆在现场，让我看得到。你只要帮我收起来，我就找不到了，因为我永远忘记它放在哪里。所以呢，我每天要用，我就瓶瓶罐罐一定就是要摆在这个样子。对，完全不像一个女孩子的房间。然后我的衣服永远就是这个白 T 跟黑裤子，然后呢就是西装外套，然后就是一件那个这个夹克，就是运动夹克这样子。哦，这个对我来讲，以前我都很伤脑筋，说我该怎么穿。但是从蔡英文、蔡总统。他有他的 style， 总统都可以这样子白 T， 然后穿西装了，为什么不行？哇，因为有蔡英文的总统的那个 style， 小英 style， 我们现在都可以这样子。然后你看啊，我西装脱下，我换了我的运动外套，又是一个非常利落可以跑行程的一个服装。对，所以我是这么简单，所以这本书可以看到你就是陈明媚就是这么简单。而且我到台北，我是睡在办公室的沙发床上，因为我也没有去那个什么我们的宿舍。我觉得，因为我隔天，我每次如果要在台北过夜，就是我隔天6点要去立法院。哦，所以就对，我就直接睡在那里，我就直接起来。所以他会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我说不是辛苦，我觉得。这是我最自在的地方，因为在我自己的地方，我可以把自己变成小迷糊蛋，所以我的办公室拍摄嘛就乱呢，我的助理嘛知影，我的房间就乱，我也有做，但是乱中有序啦吼，不是可以看到那个有什么口水渍的，不是，是乱中有序，而且是干净的有序。对啊，应该是妈妈帮你弄的啊。没错，怡珍啊，所以我告诉你，我如果要出国，自己出国我都很担心，我都要每天我就是前一天晚上就在那边发呆，就想说我要拿什么，因为这个是我觉得我的。日常如果要去做一件这种跟工作无关的事情，我就会是很伤脑筋，因为这些不是我所习惯的，而且妈妈是我身份证跟健保卡的保管者，大家一定不相信，真的，因为每一次我看我已经补发好多次了，这些比赛跟我打开听，可是真的，对妈妈现在的这个证件补发好多次，对，真的不能跟大家讲，可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这是真假，所以妈妈呢。一达到那是搞我讲吼，我要拿身份证出去，健保卡出去，回来第一件事，你的身份证赶快拿出来，你的健保卡赶快拿出来，又要再重新申请。对，没错。所以我的信用卡永远只有1张。大家都说，你还有别张信用卡？没有呢，因为我就1张，因为只有1张我才不会掉。我如果很多张，我就会掉。所以你知道，我就是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我就是小迷糊蛋。可是呢，在工作上，因为我把我所有的头脑的容量、脑容量全部都放在政治跟工作，对啊，我也觉得，对，生活都不行哦，我生活不行，可是我如果自己一个人出去，我就要很精明了，我就可以了，反正就是最简单处理。可是我如果有家人在，我就会把自己变成是一个最需要别人保护照顾的，因为这在那个空间里面，我可以不用去思考任何东西，所以我觉得我的幸福是这个样子，因为妈妈还有妹妹怡珍，他们是可以帮我的，所以我跟妹妹怡珍差7岁，我说还好啦，还好，虽然小时候你很吵。你很吵，可是现在他确实真的是我很大的帮手。哇，很需要他。对，真的没错。哇，所以这个婷妃这一面真的是一般哦，没有讲，观众朋友可能怎么会知道呢？看他平常就是这么精明，然后这个问政这么犀利。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女强人的样子，回家怎么会这样迷糊蛋呢？好，那其实说到这本书哦，其实我一看到这个，我就很想去翻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找一下婷妃的恋爱世界。这个应该也是很多观众朋友很想知道哦，婷妃的恋爱世界，来跟大家谈一下。对啊，所以这里面呢，恋爱世界应该是大家最想看到的。对。那我当时就跟寇姐说，寇姐，你相不相信我的恋爱是挂蛋？真的是挂蛋，因为根本没有时间。你看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是挂蛋，学姐就是我大学的学姐。对，所以其实她从那个学校，然后到出来工作，然后一直到议员、立委。真的，这期间其实我真的是都看你挂蛋，但我想说会不会有偷偷的恋情啊？对，有吗？根本没有机会。
因为所有的民众都监看着我，对呀、根本没有机会，而且都没有、啊。对，而且因为在学校里面，我几乎就是每天就忙着要回家。我就是一个，我是巨蟹座。我是超级恋家的，反正我又不知道，我就是那种宅女。我讲我宅女，可能大家真的不相信，可是就巨蟹座那种埋在那种内心深处那些，你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基因。我就宅女，我真的我可以在家一整天，然后在学校我也很想赶快回家，所以我几乎就是只要有时间我就回家。哎呦，拜托，在台北人家哪喜欢一个一直想要回家的女孩子？对不对？另外后来呀、又当上政治人物，对，然后所以其实敢追你的男生又变少。没错啊，他会觉得这个人那么凶，不是那么凶，是说哇，立委我怎么敢追啊？我没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我怎么敢追你？可是你会想要谈恋爱吗？有想过吗？其实我觉得就没有时间，就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了，对不对？而且会害了别人，所以你就要慢慢把这一件事情好像摆在最后面，因为说真的啦因为你自己知道这件事情是工作是你的不归路，除非你认为说你有可能哪一天因为感情而不从政，那或许我还可以去谈感情。可是我觉得在我的 DNA 里面，真的对政治跟工作，我觉得就是我的生命。对，不可能不从政就对了。对，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因为民众在我每一次都不看好，民众就选民都不看好，大家这样一票一票支持我们，然后一路陪我们这样走到现在，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我不能因为可能我自己这个为了要去享受这个感情的生活而放弃了这个区块，然后我又不是一个可以兼顾的人，我没办法。我做一件事情，我要把它做好，我不可能同时做好2件事。所以我才会说，我就是把生活完全当我的这个放空。这一块我没有办法在我的脑容量继续放，就是这个样子。那你说我还在花时间去谈这个感情，我觉得更困难。所以变成我就想要谈感情，可能人家来附和我，这样对人家太辛苦了。所以这种辛苦的事这个我觉得我不要造成自己的困扰，也不要造成别人困扰。所以在这个区块，我倒是真的是连想都没有想，而且说真的啦，也时间整个紧缩住，对，也没有时间让你想。真的是太忙了。学姐，你看我们这个礼拜六、礼拜天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对。然后晚上平常时间的晚上，我们都要跑行程，人家在休息的时候，我们都要跑行程。连假，你光这个中秋连假，人家可以出去玩。对，中秋连假我们是从早跑到晚对啊，而且你还每天这样台北、台南这样。对啊，谁呀？哪一个这个慈善家想要交账的一个政治人物，工作狂的政治人物？真的吗？因为我觉得这是佛心来耶，真的可以的可以跟我们停飞报。那真的你就佛心来耶，真的，我要讲说，几乎就是没时间。我现在已经讲了。我这个平常6点03的高铁，5点起床，然后这个平常这个开完会上完节目回到台南，如果没有上完节目，就是回到台南跑行程。对。那么呢，如果你愿意当我的司机的话，我要感谢你。对。然后呢，这个平常6日的时候也是要继续当司机，因为我有跑行程啊。所以如果要在工作上跟我恋爱的时候，或许还可以思考一下。可能司机可是一个方法。应征好难好难，我连司机都好难应征，大家都觉得这个工作狂。我的助理说遇到这种工作狂的老板都太累了。我告诉你，我的司机都一直换，真的一直换，没有这么累的司机都做不下去，换到连我的干部都要来支援。所以曾经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新闻啊，然后也是人家伤害我的，就在那个PTT 上面说，哇，你看，这个立委坐那个 Benz 的那个在跑团，我说拜托，这是我总干事的车，他被我调来当司机，我的总干事那是大头家，那是不是我爱讲讲连刚要载丹田会的车，你们都要去换烂车，对，都不能换那个高级的。
房车，对，就是最好是用欧多拜载我。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这就是政治啦，所以我也对他很不好意思啊。你看人家好心，然后来做志工，然后车子又被做文章，还好我跟他们一家人都很好，否则又不知道是不是又被乱传了。又传说，对，是不是怎么样了？对啊，还好，这个会长呢，在我的故事里面，这一本书里面也有写到他们整家，所以其实我如果跟我的支持者，我是跟他一家人都很好。一家人都很好哦，不论是哪一个民意代表哦，还有我的支持者，我都跟他们家人很好。其实你们都可以去做一下民意调查。不过刚才你讲到说可能要去换摩托车，我觉得不行，因为这样人家又会跟你说，哎，在作秀啦，在假装自己，对，所以好难哦，真的很难。所以其实就是这一本书的话，里面有写到很多你的心声，对，真的啊。希望大家可以从这本书更了解陈亭妃。我这本书就说哈，你就坐着时光机，就陪着亭妃，然后过去、现在、未来，然后陪着我们一起看到说，其实一个不认输的陈亭妃了哈。就我这么讲，因为是学姐太了解我了，所以我才敢这么说。不认输的陈亭妃，然后苦干实干型的陈亭妃，然后我想也因为这样子，我会比别人吃更多的苦。可是我觉得这些苦就是我的养分，这些养分就是我成长的契机。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可能抹黑过我、伤害过我的人，我觉得这些都是养分，让我可以真的更逆势成长，而且更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陈亭妃。真的我觉得亭妃真的是那种假扣动辄假爆一种，对啊，然后伤害她就其实越茁壮。好，想要更了解亭妃的话，了解她不为人知的一面，大家看到的那一面。那是电视上拍出来的。想知道的话，来这本书可以订购啦。好，那我们讲完这本书之后，接下来大家就是很想了解，就是这次的选情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知道说亭妃其实之前3届的议员，那23回冻酸熊盖笑脸的议员呢，不简单。然后那一次挑战立委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在台南市，你要去挑战那个国民党的王玉婷很难，结果竟然赢了900多票。对，那个时候其实连我们大家都跌破眼镜说，真的是翻盘不简单这样一个女孩子可以挑战这样子国民党的立委成功好，那从那之后呢？其实你那第7届嘛，8、9、10届，你的选票都有13万多、14万多，快到15万对，选票成长这么多那而且我觉得说，那你的支持者一定是肯定你，才有办法让你每次选票都遥遥领先。我真的真的是很感谢我的支持者。其实为什么我都觉得说那是我的责任，就是说陈亭妃绝对。我没有像别人虽然爸爸给我这些基础，对，可是我们真的就是那种很平常的家庭。那很平常的家庭，我们觉得说大家还愿意给我们机会，我就要很珍惜。那其实那一次立委真的就像学姐所说的，大家普遍都不看好，对，包括说我们当时虽然是阿扁执政，可是阿扁总统执政，但是毕竟对手是现任的立委，对，所以中央来辅选都是帮现任的立委。然后我们民进党自己所做的民调，其实也认为不看好我。所以当时在民进党整个最弱势的状态之下，说真的就是没有那么多资源，他只能去帮忙那些他说的他五坡的，我这个差太远了，所以我都只能靠自己。所以当时候包括尤院长也是下来说，陈亭妃你一定会当选。我说对啊，我说尤院长，就你跟我认为我们会当选，他说你会当选，你要坚持下去。所以我为什么那么感谢尤院长，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他这个1次2次，然后来提醒我，甚至在最后一次的造势，他说你一定要造势。这一场也是尤院长全力支持，我在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他全力支持，而且其实大家知道那时候我不被看好，我的政治的募款其实很困难，所以
尤院长帮我很多，因为他等于就是当我的背书，当我的背书，所以其实这一次的序有尤院长，然后有许天才，许天才市长当时候也是在2008年，他是现任的市长，是也是他也是帮了很多，然后再来就是阿扁总统，阿扁总统在最后一场。他本来没有安排在这里，那是在最后10天，尤院长拜托陈前总统说：“你是不是应该来帮停飞一下？”然后他本来你要10天总统的行程很多，对啊，怎么可能10天我还可以拉到他？他就从高雄本来要去屏东了，然后他再从高雄先到台南，再回屏东。你看这整个转折时间，他要再浪费多久？是，他就是这样子，在尤院长的安排之下，他做了这个动作，而且当天是我跟我的对手在政见发表的时候，政见发表我一定要去啊！你看我讲完就赶回，然后就最后一刻拉起手来，所以整个所有的那种节奏都要接得非常紧，所以我觉得就。那900多票，然后在最后那个整个所谓的大游行，然后一路从中西区走到我的总部，然后人越挤越多，越挤越多，然后当天的那个造势有1万人，那说真的，2008年要有1万人的造势几乎是不可能，那时候真的民进党是很低潮的，就这样子。每一个人给停飞的支持堆叠，然后所有的支持者陪我走，他赢了900多票，所以你看我多珍惜这900多票，大家都觉得是奇迹耶，真的，所以我就900多票，我一直跟我的团队说，我们要怎么把900多票，变成是 double 再 double， 因为 double 再 double 表示民众才对我们有认同有肯定。那900多票，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当我们的基础。所以说真的，我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所争取的预算，从我2008年当选到现在，我敢跟大家说，1000亿，1000亿，在我自己的选区，1000亿，这我没有说好像说大话，因为从淹水的问题，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在提计划，因为我了解地方，我从小就是在会淹水的地方，所以我非常了解。你一定是要那个淹水，一定是慢慢改善，对，不可能马上说我马上来当给你处理掉，不可能，因为我们都是旧部落，旧部落你要开始找，你不可能叫大家打掉重练嘛，对啊，对不对？旧部落你叫他打掉重练，那就不用你啦。我们要怎么样从找所有的这个水的出口点，然后再来要用抽水，也就是内水外水这样的规划。抽水机不是你设了抽水站它就有水抽，不是，你要改它里面的大排、中排、小排，也就是从最侧沟到箱涵等等，要怎么去改，做一个规划。所以那不是你眼看都说啊，你们都说你们争取多少。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辛酸史。对，我们当时候去，你要为了要走到现在，过去我们北区、安南区，只要有大雨，我们绝对就是电视上播出的那个焦点，大家就说：你看，北区、安南区又淹水了。可是最后改到只剩安中和。安中和最近也没了。对。也没了，那个也是我争取一个乡涵，营建署的乡涵来做的。当时我们会勘很多次，大家都说啊，你们会勘这么多次，为什么都没有结果？问题是我们在找最低洼的地方，还有怎么去做乡涵，这个乡涵要怎么排，然后不是这个样子，乡涵做好了，它解决了80%，我们还争取了一个安中抽水站，就在我安南区服务处的斜对面。所以它是要一步一步，然后这才能再去改变。我13灯，因为13灯要嘛可以淹水。对。好，所以你一定要区块，像12店它就有分红。所以我必须说的，如果要谈水我曾经当时候我还在野的时候，就是马英九在执政当总统的时候，
我争取的预算也没有任何丝毫有被减掉过。因为我是论理。我当去水利署去争取的时候，你知道水利署长跟我讲说，他去调查说你们谁，你们第六河专局谁，或者是水利署谁，把资料这么详细的资料给陈亭妃，让他能够这么了解整个水文，然后这么了解整个排水的规划，让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也只能把预算给他。我是在野，他是执政，对，他是国民党马英九所聘任的，但是我就是要用理去争取啊。但是现在因为民进党大家太了解陈亭妃，所以知道我们争取的一定都是钱花在刀口上。对啊。可是当时候没有，当时国民党执政，我怎么可能还能争取到很不简单。对，所以当时候他就说真的，他们调查之后说没有任何人提供这，他们怎么可能提供这给我们？毕竟他们知道我们当时候是在野，所以我们的资料都是自己去了解，会勘。那因为我就说我从小就是在一个会淹水的地方，88我当议员我还去送便当，我家已经淹到1楼一半，所有的家具都不能用了，我还请消防车来载我，因为我不能出去啊。但是地方上哪个地方是淹水，哪个地方有问题，我最清楚。然后哪里要送便当，我也最清楚。我一定要陪着里长，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些要紧急调度，除了送便当，还有紧急如果有一些就医的状况，也是要调度。我就说不法多，也是就把家那个留给妈妈去处理，妈妈自己一个人就面对那个整个，我说没办法，就出来，然后帮忙整理所有的。那时候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然后走过来之后，我们开始去争取88的预算，然后争取88的预算之后，然后慢慢的改变。现在你看不到在电视上有所谓的北区，有安南区，好像有那么大范围的一个淹水状况，现在已经没有了。然后志宏现在除了在海尾寮、本源寮争取了5座的抽水站之后，现在也是一直在精进。就是说，所有的涵箱箱涵，我们都把它做整治，争取经费，做重设之后，我们发现有一个地方不够，就是天马电台的滞洪池。那也是我跟中央争取的啊，滞洪池在抽水站，就是说你一定要慢慢补，就是说我都不敢讲说我们这个治水有100%，这个绝对不能讲，因为现在是极端气候，对啊，你没有办法跟天去拼，你只能说我们怎么面对极端气候，然后不足的再补，不足的再补，就是尽量让民众可以免于淹水之苦。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当平台，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台能更好，那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所以不论是用教育，班有冷气，全部都是中央的预算，还有跑道，还有营养午餐，亲子游乐设施。视听教室，还有儿童的厕所，小孩子的厕所，学校的厕所改建，这个都是中央的预算，对，全部中央的预算，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都争取下来，我们都知道感同身受。我要说的，我没有小孩，我就会把每个我的朋友，还有每一个小孩子。当成是我自己的小孩，我就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我都觉得我乐在其中，我可以去照顾那么多人的小孩子，我很开心啊！而且每次看到他们说，哇，现在不用烘啊，小孩子没有烘啊，有冷气可以吹，可以增加他的教育学习的能力，我就觉得每一次听到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还有我们安南区还有一个全民运动馆，哇！我自己都鼓励大家要运动，所以安南区在高湖那全民运动馆，然后高湖那还有一间学校，对，完全中学，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你要去把然后念出来，真的是讲不完，太多了。对，连同长照，说真的，北区是长照的示范点，因为我必须说。我们在东线，北区东线，它是属于比较长者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的人口，对，
所以我们就摆在那个地方，然后争取了长照的据点。所以除了有我们在这个圣安社区以外，我们还在钟楼社区有争取长照据点，然后配合成大的老人医院，然后还有在这个日照其实说真的，大家都不要误会，日照在我们中线就是这个华德里要成立一个日照。什么叫日照？就是我们的那个长者的托老，就像你在照顾囡仔赶快呢，白天可以对长者送过去，对，他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他是非常这个活动自如的，所以他就是一个有时候我们年轻的这个家庭常常就觉得说哇，把爸爸妈妈放在家里就觉得也做不了，对啊，就是互伊去教。同年龄的安尼去安尼开讲佚佗，学一寡物件，栽个，这叫日照。对，所以大家不要去误解，误解说我日照是不是常常会有什么偶一来？对，没有啦，不是，跟那个安养院会联系，对，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它就是一个像在照顾小孩子一样，在照顾我们的长者，然后呢，我们的年轻朋友。如果回家的时候，再顺便就把爸爸妈妈带回家，或是他们有那个准备那个像我们的幼车这样子，车子，然后就把我们的长辈送回家，就这样是完全很健康。所以我们有这个长照的，也有这种日照的，就是说把北区变成是一个能够示范点，它就是一个创生。在市区争取到创生点很难，对，很难，所以我们北区就是一个创生，是长者长照的创生，所以我都觉得，我当每次在讲这个，我可以照顾到小孩子，可以照顾到长者，对，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年轻的朋友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这2个区块，对，当我们把这2个区块把它环境做好。让他无忧无虑，他才会真正的有更多的生产力。对，没错，这本来就是去上班啊，对呀，去工作，好好工作。哇，所以其实这个大家想要了解这个亭妃争取的什么上网去查，真的非常多。26年来真的是非常每天的认真，然后我们自己这做媒体这样看他，一路这样子监督他所以觉得他真的是没话讲的一位。真的是工作者好，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就是这一次啊，其实你的对手是国民党的姚振玉，他也是算是我们的前辈，媒体的前辈嘛。那你对他的参选，你有什么看法？其实我们都尊重啊，就是我们把每一个候选人，其实都当成是我们非常强劲的对手，因为我觉得每一场选举，我们就是要小心应对，而且非常谨慎。因为每一场选举没有那种什么叫一定一点动算，对。现在很多人传说陈亭妃一点动算的呀，这个其实是很大的危机，对不对？没错，他如果不出来投票，你像去年县市首长选举，就是那么多人没有出来投票，那就是对于我们很担忧、很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投票率不高的话，我们的支持者没有出来投票。那么就是我们觉得我们会有危机的地方，所以我们认为说我们就是尽量催票，我们就尽量催票，然后每一个人真的都很强劲，尤其你说到选举的最后会有什么样的局势变化，我们真的都不知道。对啊，好，选举每天都在变。局势都在变，对，好，你说总统局现在蓝白的问题会不会和？没有人知道，和了之后是不是会面临苦战，也没有人会知道。然后如果没有和，是不是我们真的在立委的部分，是不是也就是会面临所谓的大家的意愿投票意愿不高？因为好像如果没有和的话，大家会觉得好像总统比较稳。因为没有和三卡都细卡都，好像选举的结果就呈现在那里了。对，那会变成立委的压力。所以我都觉得每一局都是我们要去评估的。但是现在就是把自己做好，就是让大家能够真正
这个支持陈亭妃的力量，每一票都要出来投票，这才是最重要的。对，那其实就是总统的选情跟立委选情其实是隔这会啦哈。那我们知道说，像民进党就是赖清德，那赖清德其实台南就是他本命区嘛，但是可是台南就是说近期发生了很多什么枪击案啊、光电啊、炉渣等等的，这个其实会不会对他的选情造成影响，然后连带也影响到你们？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担心，所以之前我一直要求中央，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所谓的88或是光电这些问题，其实应该都要把它弄得很清楚。对，因为你没有弄清楚，一定会影响到这一局。国民党一定会拿这个来打，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是良心的建议。良心的建议之后，那确实当时候民进党的检讨也觉得说，这是在台南为什么黄伟哲没有办法大赢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警惕，就是说在这个区块我们要怎么样预防国民党在最后打这样的议题，然后这个议题会不会发酵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我们都要小心。对。那另外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台南市是由民进党黄伟哲市长然后执政，那其实就是选民会说，你民进党之前安怎，那可能在投票选对就讲，你为什么动的这料有好不？那你觉得说黄伟哲市长就是上任至今啊，他做的怎么样？然后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其实伟哲做的什么样，我觉得民众自有一把尺啦哈。但是我必须说，现阶段最重要的挑战就是登革热的问题。没错，对，这登革热最近真的很严重，很严重，大家都想到几年前那个严重的状况，对，很担心会不会又这样，非常担心。而且因为1型、2型的这些交叉，万一有交叉感染，就会有出血性。所以其实我们一直都希望说，把 SOP 要定得更清楚，也就是说你要消毒没有问题，可是现在民众都会觉得为什么消毒没有用？消毒没有用，为什么还要一直消毒？那我觉得台南市政府一定要把事情说得更清楚。那中央其实我们也要求中央要给地方权力的资源，在经费上的资源。那因为其实执行面还是在市政府，所以我们希望各个部门一定要每天做实质的检讨。我们每天都接到太多的电话，像今天在录营的前几个小时，其实服务处就接到这个有人打电话到服务处，然后一直哭说，我们已经被消毒了很多次了，然后你要叫我们怎么办？没有效，位置一直消毒，然后每次消毒我们就要整个好像是大战争一样。对。然后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一直哭，我们只能安慰他，因为这是重要的一个疫情的一些准则，我们都要尊重市政府，我们也不能说去给什么样的建议，我们只能安慰。那我们事后也跟伟哲市长讲说，可能这些 SOP 可能定得更清楚，然后是不是所谓的重复喷药，现在有稍微调整了，可能在2-3个礼拜前那种重复喷药实在是太严重，所以引发大家很多的争议。那现在有调整了，那调整之后为什么一直压不下来？或许是天气的问题，等天气比较没有那么炎热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的这个爆发。可是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要怎么抑制下来，让民众能够信心回升？我觉得这真的是要拜托台南市政府，否则这些都会是我们非常担忧，是不是会影响到选票的地方？好。那另外我们知道说，上一届嘛，台南市这6席立委全部都是民进党包办，但是这一次呢，那个林俊宪立委他就有讲了，如果说万一有1席没有上，那可能对这个赖清德选总统的这个会影响很大。那其中我们知道说，好像现在就是赖慧媛跟林怡景委员他们2位被点名比较危险，你看他们2个是比较危险的状况吗？
我觉得还好哎，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当时候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然后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啦，就是说。我觉得现在所有的立委就是冲，就是冲啦，就是说，你自己在这一段时间的服务，我觉得要靠立委去催票，因为真的目前的总统局它就是细卡都，细卡都，因为有人还在联署嘛，那他还不放弃的状态之中，就是细卡都。那最后会细卡都还是三卡都，或是真的最后蓝白合，大家不知道。可是如果依照现在的状况，我们希望就是立委大家就是努力去催票，那我们就是拜托用我们这个民众支持的力量来拜托大家出来投票。那出来投票，当然大家自然就一定会投给赖清德赖总统。我们就只能是这个样子。你说台南的选情，其他的立委真的有那么危急？我觉得没有那么悲观呢。可是确实大家都要很努力啦。我也觉得我自己很危险啦。对啊，大家都很小心啊，没有投出来都不知道。所以我们都是希望大家努力催票，这才是最重要。去说谁危险，我觉得如果我们南部都说危险，人家中北部怎么选？对啊，没有，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靠自己，然后帮赖总统催票，比较重要。好。那亭妃最后有什么话要再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呢？我还是希望就是说，大家看到陈亭妃，都认为说她在这个给大家感觉就是好像很认真、很强势，然后对于事情都很坚持。其实如果你真的要看到亭妃内心深处，不要忘了这一本书。对，这一本书其实。他可以看到亭妃的内心深处，而且从过去，其实我7岁就拿麦克风帮爸爸助选了，一路来到现在，真的我就是有一个那种政治狂热，而且我从小的教育环境，就是台湾呐，就是台湾呐，阿公为着台湾，竟然改伊这个在铁路局的铁饭碗辞掉，回去打棉被。你看我的政治是不是在当时候？如果阿公的决定是不一样的，他当时候的公务人员呢，伊伫本时代伊是公务人员，那个很不简单，对不对？但是他因为有人逼他要加入国民党，所以他份额就辞掉。等于怕迷配啦，你看哇，所以我的政治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这是亭妃的新书。那其实，在10月15号呢，这个有一个签书会，对，在大港国小，这个完全跟政治无关。签书会这是只是要让大家看到非常努力的陈亭妃。所以为什么大港国小？因为大港国小。是爸爸一路争取的，爸爸从无到有，而且当时候爸爸也是为了大港国小，真的是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因为大家都觉得你怎么会把一个学校争取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可是爸爸说，你就是要用这些我们政府的资源来带动地方的发展。对，所以你看大港国小当时候上下午班呢。对，上下午班呢，这个人口就是密集，整个地方带动，然后变成是一个新的发展区块，真的很有远见。对，但是爸爸当时候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会选择在大港国小，也就是其实政治就是要有很多坚持，或许当时候的坚持是不被接受的，可是你要勇往直前。连我当时候在争取。这所谓的土壤异化的修法，还有经费也是如此，大家都用很多，大家不希望修法通过，所以就用外在力量要打我。但是陈亭妃的坚持，他修法过了以后，只要土壤异化的区域是可以得到补偿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你是孤独的，可是当你坚持之后，只要对的，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开花结果的笑容，哇，真的是很感动。
谢谢婷飞一路的坚持啊，哈，帮我们大家来争取这个福利哈。好，那最后呢，就是大家想要更了解不一样的婷飞吗？来这个新书哦，记得去买。然后新书签名会，对，哇，好，可以去参加，好，现场可以让婷飞帮你签名哦。对呀，10月15号早上10点在大港国小。好，我们再次谢谢婷飞到节目当中，谢谢婷飞，谢谢，是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启明时下直播底下各几段了，咱再会。